1993年3月11日，立法院发制内政司法联席会头一次审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草案。除了行政考试院送来的草案之外，立委方面也有赵少康、林正杰、游鸿、张俊雄都分别提出了草案，一共有5个版本，显示这个法案受到立委重视的程度。这条所讲的用工法案，刚当9月初起公布实施，包括总统、副总统、5位正副议长等公职人员财产，必须要公开，由社会大众来进行监督。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东北部发生11亿大地震，威胁规模9.0的强震，引发巨型海啸甲福岛核灾，包括直接甲间接死伫灾前的民众在内，至少18000多人罹难，2500多人失踪。核灾发生了后，超过14万的福岛居民不得已离开家园，嘛，予世界各国重新思考使用核能的安全性。